乡亲啊，未来一礼拜受到冷气团的影响，拢会真寒哦。今仔日第一波的冷气团到位，北部的气温降到13度；第二波是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拜四到位，这波会为大冷转湿冷，北部甲东部拢会落雨，尤其是拜五会上寒。 规大鼎的咸糜一直出现，这冷的天气会当食一碗小小的咸糜，因讲是人间的好滋味。比较冷啊，有差哎，整个拢爱食这糜呀，不错啊，比较舒服，感觉比较舒服。当然感觉比较暖和，很暖和。这个是冬天吃是最好的啊。 未来一礼拜天气拢会冷叽叽，拜一第一波的冷气团落南，拜到拜三全台大冷，中部以北甲宜兰气温干到13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17度。拜四开始，强烈的大陆冷气团马来报道为大冷变湿冷，尤其是拜五上冷，北部甲宜兰地区气温干到11到13度。到了9号开始的话，其实基本上会是有另外一波冷空气的一个影响，直到了10号。 然后一直到11号，甚至到12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哦，所以在未来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其实都是算是相当的冷哦。这礼拜天气成为大冷，再搁变湿冷，也过前几波的冷空气，敢若冷2、3天尔。是安怎？这摆冷空气会特别较久。前中央气象局的局长郑明典，伊甲大家解说讲。 这摆关键也要配置有利冷空气落南，所以讲这摆冷空气才会顺利刷对南边过来。这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极涡在我们东北亚这个地方一直在到日本这一带的一个附近徘徊的时间会是比较久一点点哦，所以在这个极涡一直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徘徊的时候，它会一直不断的把这一个冷空气给递补到中低纬度的一个情况。 入冬的冷气团收连续来报道，会持续一段时间，提醒乡亲一定要穿好袖。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